在这个瘟疫严重的时代，你看呢，经济很多萧条，有人通货膨胀，物价上涨，生活压力很大，有了很多失业，或者是亏本，或者是破产，有的是倒店关门，哎呀，太多的苦闷了，有负能量很多了。那听听看人家要交代哦。今天看到一个新闻，上海瑞金医院发生了持刀伤人的案件，看完以后特别心疼。跟一个朋友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就在上周，因为一点点琐事，他跟外卖小哥发生了争执。外卖小哥指着他的鼻子问候了他祖宗18代，足足半个小时，他一句话都没回。你要知道，我这个朋友1.8米的大个，练跆拳道的，他说这一刻他忍住了，因为他在广州有4套房子，有爱他的老婆，还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女，有100万的年薪，而外卖小哥什么都没有。讲完这个故事，他意味深长地跟我说，从现在开始一定要低调，千万不要得瑟，因为你会发现现在负能量的人非常的多，底层失业，中产亏本，老板破产，买房的断供，炒股的亏损，开店的关门，都憋着一肚子气，不知道往哪里撒。所以你在出门的时候，在外面脾气一定要好，在公司跟同事一定不要吵架，坐公交车的时候不要跟陌生人吵架，开车的时候不要插队加塞儿，回到小区跟小区的保安也要客客气气，别人踩了你一脚，你一笑了之；你踩了别人的一脚，第一时间赶快说对不起，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的压力现在大到什么样的程度，可能一言不合，你就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在目前的这种经济环境下，很多行业的从业者都非常的困难，压力非常的大，所以请你管好你的脾气跟情绪，一不小心你的恶言恶语就会成为击垮一个脆弱的神经最后一根稻草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在这种负能量的情况下，我们要好自为之，克制忍耐。把他的这段故事分享给大家，是希望你们少一点负能量，多一点幸福感，少惹一点麻烦。在评论区里面我们来评论，记得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们。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